我覺得自己好笨嘅，因為過往站到上個台上邊，成日都好似好照顧啲主辦單位，又話唔知圈嗰啲自己盡量盡快講咁樣。但我決定今次即係唔理你哋啦，唔好意思啊。我都好緊張添。咁因為當中嘅女演員朋友咧，咁都吞晒口水咁，我真係定啲嚟先啊！咁我有稿㗎，大會俾嘅。咁我即係講錯嘢都唔怕啦。咁其實我可以答咗呢句説話對白出嚟之後咧，裏邊啲嘢講乜你哋唔知㗎嚇。OK。咁大會頭先提我就佢話，因為呢個獎項咧就即係冇人肯嚟頒，即係話如果上咗嚟咧，一陣間又可能冇乜機會咁。咁其實都係講中我啲心聲嘅。咁再加上頭先我都冇諗過攞嗰啲最佳衣着獎啊啲咁嘅咧，咁啊當冇數啦。好，咁循例都講一講大家參賽者嘅描繪先啊。第一個就係講緊湯唯，驚唔驚啊？唔驚啊 ？OK， 咁個稿咧就話阿湯唯你，即係我就話我即係有唔知幾個腹肌咁樣啦，你就睬你都牛，即係喺西雅圖度整個大肚出嚟就搞掂咗咁樣。咁其實我就覺得湯唯都係一個好出色嘅演員啦。咁喺呢幾年都有一個好好嘅表現啦。每次拍嘅戲出嚟都好有水平啦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心聲嚟嘅。第二位章子怡小姐，即係人稱國際章啊！國際章你哋知道呢個牌頭係咩嚟㗎啦？咁當然睇到國際章即係喺一代宗師裏面嘅好高水平嘅演出啦，即係達到國際水平啦。咁所以當然獲獎嘅成數亦都好高啦。OK， 好。跟住咧就係呢個顏卓靈啦。sorry。喂，我覺得呢個都好似係錯錯地咁喎。阿卓靈啦，不如我話簡卓靈係嘛？顏卓靈我講啱咗㗎係嘛？喂，你打錯咗喎，你真係跣我啫，大佬。話俾大家睇下啦，想睇啲。喂，咁樣你真係擔當唔起啊！真係。好，顏卓靈，顏卓靈，我覺得即係大把時候啦。你唔似即係在座咁多位前輩都奉獻咗好多青春落去㗎，咁冇理由你唔奉獻下㗎，支持下咪算咯。OK。OK， 跟住包姐，包姐都係我一個好深愛嘅香港女演員嚟嘅。咁當我去睇僵屍嘅時候，咦，睇到阿包姐對住嗰個屍體環迴360度自造嗰轉咧，咦，喂，有驚喜喎！即係我當時覺得，咦，得喎，包姐。我同你攞嗰屆嘅時候，老實講啊，天水圍日與夜咧都冇呢套咁勁，呢套勁啲。我衷心希望你攞到獎。跟住好震驚嘅鄭秀文小姐啊！咁佢一路同我講，佢話佢唔緊張嘅咁樣，我就覺得唔緊張嘅。就假嘅咁樣咯。我當然會對
Sammy 有啲私心，因為其實我啱同佢拍完一部由安樂投資嘅愛情小品咧，係我睇到佢表現係相當唔錯㗎。我同時亦都覺得我同佢之間嘅合拍度同埋火花咧，可以未來再拍多20-30部嘅。咁為咗氹佢繼續肯同我拍，我梗係話你攞啦，係咪先？好跟住個稿咧就話咧，係啦，我呢樣都要講嘅。咁你個難度高就高在邊度咧？難度高在喺盲探裏邊嘅演繹咧，你係對住一個盲嘅人嘅 ，OK？ 咁你都可以施展到你嘅渾身演技啊！好啦，咁其實到呢個地步，我都兜唔到講乜啦。咁不如大家睇下提名片段先。榮獲提名最佳女主角包括章子怡《一代宗師》。葉先生，說句真心話，我心裡有過你。湯唯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。他離婚了，案子也結了，是你等來的。人哋唱 K， 顏卓力，K，狂舞派。感冒發燒，發到入晒廠，吊晒鹽水，我都想跳舞。總之冇得跳，我就周身唔聚財。鄭秀文盲探。再打女人啊！你殺咗好多人啦！你睇得好啫。連分手都冇機會嘅人，又點會明白呢種感受啊？鮑起靜僵屍。好啦。即係做女主角都有個先決嘅條件，真係個個都咁靚女嘅啫。喂，我都好緊張，笠下牌先。好，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第9個影后寶座。謝謝香港電影同仁的鼓勵和肯定，謝謝梁朝偉先生。不管今天最佳男主角的獎盃歸誰，你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最佳男主角。謝謝一代宗師的台前幕後的所有人，謝謝你們。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 journey。2009年的夏天，我接到了 Jackie 的電話，他跟我說，王家衛導演要找我拍一部新的電影。我什麼也沒問，我高興得也不知道說什麼。我回到家，像隻小兔子一樣，
连蹦带跳的，我告诉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，不是因为拍王家卫的电影可以拿奖，是因为拍王家卫的电影，它会呈现出你最优秀的一面。接下来的这3年，我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的人生体验。我今天特别激动，不是因为我心里有多少委屈，是因为我感恩。谢谢你，谢谢所有在这条路上一起前行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